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合衝共濟咧就慢慢壓咗埋嚟添啦。外邊咧閃耀光芒，拱開隻紅海福星出去。咁啊埋邊咧橙色眼罩中華威威，外邊追係為你鍾情嚟㗎。好啦，鬥到嚟最後300，合衝共濟閃耀光芒，紅海福星外邊係為你鍾情。最後200，合衝共濟閃耀光芒，紅海福星就為你鍾情。最後100，合衝共濟，紅海福星閃耀光芒為你鍾情。鍾易禮擺咗喺前面，合衝共濟開齋啊！跑第2名啊嘛，紅海福星啊，第3閃耀光芒，第4為你鍾情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隻合衝共濟就係擺咗喺前面走啫。咁啊，結果成為大熱門嘅身份，鍾易禮亦都憑呢匹馬打開喺香港策騎嘅勝利之門。綠色衫紅帽發財秘笈啊！咁啊，尾衫黑衫嗰隻呢就小子彈啦，後邊2隻健康第一同埋內欄暫時殿後係風箏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仲係盛世名區啦，外邊呢就閃耀威龍啊，兩個馬中間大白鼻梁嗰隻係勝利之王啊，外邊衝呢仲有亞洲騰王啦，後多針嘅馬呢就星雲名爵啊，喘入邊上嘅馬仲有啲發財秘笈，外邊追啲哈利波特啊，最後100零米盛世名區偏嚟偏去佔先咗嘅，外邊亞洲騰王逐步咬上嚟，最後50米外邊亞洲騰王入邊盛世名區，兩匹馬相當接近，第3名勝利之王，第4名要影啊內欄發財秘笈，咁啊外邊追。仲見到呢就係小子彈，中間橙衫呢就係俏郎中啊！終點嗰步噏上噏落埋邊，盛世名區出邊亞洲騰王，睇下邊隻贏啦！第3呢應該係隻勝利之王，第4名發財秘笈俏郎中出邊。小子彈要影相，難咗機緣醉夢啦，6三白帽要攞出去啦，係堅有威啊！後啲嘅馬先有一定魅力啦，大外檔嗰邊呢，咁啊仲有呢隻馬林啊，再後啲先嗰啲東方飛影嗰啲馬，遠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飛鷹翱翔仲係佔先少少啊，黃腳立開始逐步上嚟啦，再見到外邊上堅有威啊，咁啊響入邊揾位嘅馬呢，仲有一定美麗，出邊上緊嚟係呢隻馬林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仲係飛鷹翱翔啊，堅有威逐步蠶食上嚟，再見到入邊一定美麗比落去亦都有反應，最後50米堅有威外邊冚上嚟啊，中間仲有呢隻飛鷹翱翔接近終點，飛鷹翱翔中間外邊係堅有威，入邊一定美麗，但係睇第一眼望落去呢，中間嗰隻飛鷹翱翔呢，好似有啲優勢，外邊堅有威631路上嚟，沿欄推進係一定美麗，至於跑第4名。係嗰隻馬林啊！第5樂家福響佢出邊呢，第6位嗰隻啊，淺藍帽就凌厲啦，後邊嗰紮馬啦，穿甲鷹啦，內欄尾4運來5寶啦，尾3歡樂老窩，再後邊嗰2隻紫色衫係閃電啊，灰馬係太易穩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加州德志放得好順啊，顏色大王咬住佢，再喺後邊嘅馬，仲有隻太陽拍檔啊，外邊上咗少少呢就凌厲啊，再喺入邊追嘅馬係穿甲鷹，大外檔太易穩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呢隻顏色大王要升格，等我俾啲顏色你睇下，拋離後邊嘅對手，拋離咗2個身位係贏緊㗎啦。第2名嘅馬呢，好近喎，外邊太陽拍檔有冇機會過到呢？加州德志呢？至於跑第4名嘅馬係由包尾追上嚟喎，嗰隻太易穩嚟㗎。結果呢隻顏色大王都舉晒邊，咁啊都勝利動作做晒㗎啦。鍾易禮贏馬跑第2名。太陽拍檔係咪臨門過到隻加州德志呢？第4名係太易穩啊！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啊，聖萬今日放啦，超強60外邊嘅第2位啊，正義大師守住內欄第3啊，第4外邊啊幸運20啦，內欄第5胡椒軍曹，中間萬眾開心福星小子啊，後啲嘅嘛飛黃要拱出去，拱埋新力超清出去㗎啦，最後直路啦，聖萬金拋離咗大約有1個馬位嘅，咁啊見到超強60響第2位，中檔位置就正益大師啊，內欄追緊嘅馬呢，咁啊仲有天火同人嗰啲，最後100零米聖萬金走到順晒啦，拋離贏馬跑第2名，超強60，第3呢，包尾追上嚟啊，遙遙一上天火同人就跑第4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都離晒擺前啦，離晒其他就叫做貼欄嗰啲馬啦，聖萬金擺咗喺前面走，又放到啦，跟住第2位超強60都跑第2，遙遙一上就追最多噶啦，跑翻個第3，第4名埋邊係。